我係工聯會沙田區議員李貞儀。喺今年嘅暑假咧，相當之特別，我哋同曾璧山崇蘭中學咧做咗一個好有意義嘅合作計劃，就係區議員助理實習計劃啦。嗱，呢個計劃咧，佢最亮點嘅咧，其實就係同俾我哋嘅曾璧山嘅同學仔咧，有一個好好嘅生涯規劃體驗。過程上面咧，佢哋又可以同市民接觸，亦都可以理解咧，我哋社區上面有乜嘢特別嘅需要。通過呢個計劃咧，我發現咧曾璧山嘅同學仔咧相當主動，亦都有好多咧得意嘅點子，為我哋區裏邊嘅市民咧提出貢獻嘅喎。佢哋有服務社區嘅心，呢個係個熱誠，亦都對社會咧有一個承擔。如果當接觸社會群眾嘅時候咧，佢哋真係會主動伸隻手出嚟，呢樣嘢唔容易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沙田區議員林小乜。今次咧，我非常之榮幸有3位嘅同學仔咧，係同我一齊喺呢一個社區入邊咧做一個服務嘅。雖然時間好短，但係到3位同學仔，佢哋係非常之好嘅。第一，佢哋喺事件上面嘅投入，或者喺活動入邊嘅細節位置咧，其實係做得非常之好嘅，都喺入邊咧幫輕到我哋有好多嘅行政上嘅工作，譬如好似要覆信息啦，要重複地咁樣係去説明嘅一啲情況。我哋可能係喺個小區入邊咧，我哋其實都喺度進行緊一啲關於消防意識上面嘅一啲宣傳。佢哋可以同我哋嘅居民咧，亦都好非常之清晰講到一啲嘅消防嘅設備嘅用品係要點樣去用啦，甚至乎係推介翻俾佢哋。而社區嘅防風險咧，都係我哋優先會處理嘅事務。咁所以同學仔，我要俾個 like 你做得非常之好。好多謝咧，我哋曾璧山崇蘭中學嘅同學仔咧咁熱心參與。今次咧真要為曾璧山崇蘭中學點個讚。